大家都知道，其實科技嘅進步咧，包括人工智能咧，係對醫療健康服務咧係有呢個翻天覆地嘅呢個作用嘅。咁科技同人工智能亦都係我哋科大嘅強項。咁我哋覺得新一代嘅醫生咧，佢係必須要掌握到科技，包括人工智能同埋佢哋嘅潛力同埋局限，嚟到善於應用喺臨床嘅實踐。咁我哋好高興咧，1年之後，香港科技大學確實係可以實現到呢個理想。咁我哋未來嘅醫學院咧，會將分期去發展。初期嘅時候咧，會喺清水灣嘅校園建設醫學院嘅教研大樓。我哋準備呢個4年制第2學位內外全科醫學士嘅課程。第1屆嘅學生咧，將會係有50個學生。咁亦都我哋準備喺2028年嗰陣時就開學。長遠發展咧，我哋嘅醫學院會喺牛潭尾。咁我哋喺嗰度咧會度身訂造呢個先進醫學院嘅校舍。咁喺呢個醫學院校舍嘅隔離咧，就係將會有牛潭尾嘅智慧教研嘅醫院。咁呢個嘅部署咧，其實同北部都會區嘅新田科技城同埋大學城咧，係會達到呢個協同效應，嚟大家咧去推動大灣區嘅發展。團隊咧已經見到雛形。我哋目前已經有6位嘅臨床教授已經加盟咗科大。喺過去呢2年咧，亦都收到咗36位海內外資深臨床或者非臨床嘅學者咧，佢哋已經簽署咗加盟我哋醫學院嘅意向書。咁而家醫學院已經得到咗政府嘅批准去成立，我哋會馬上全球去招聘創院嘅院長同埋其他學術領導團隊嘅成員。咁呢個將會係我哋馬上會做嘅事情。